啊，哦，迄个今日咱真欢喜邀请到蓝凯石先生来甲咱分享，伊对以早的这社会经历吼，则来去讲起伊伫铁堂内的这个台湾输的有我想法，但是这个代志我想讲，请这个介绍兄吼，长久的老战友，咱的陈明仁老师吼来搁较详细了解咱的介绍兄。 大家好哦，真欢喜你来参加这场的演讲吼。我是台明仁吼，你讲出遮个导演啦吼。这个介绍兄吼，是这个我所在吼，是一个真有智慧、真有决志的人吼。你看伊比我较少年，头先做到白，就是较有智慧吼。这个用头先白就知这人有智慧，而且我就是讲的啦。其实吼，伊伫即个生命过程中吼，有真精彩人生啦，爱到共款啦，拢是产品力人所以做运动方式吼。有一个要无人讲起的代志吼，你一个物件吼，你若去语外着，我歹讲啦。语外着我歹讲啦吼，你家己去语外主要来讲。有一个是在座拄好有人直接我讲的，介绍伊全台湾的行军运动。 就是每一个县市拢去流浪的，吼，伊有几啊摆，上尾摆是这个叫做罢川国代，就是民进党的川国代，介绍讲像讲来各县市的民进党的广播政策，全台湾说，迄阵有陈南湖小姐介绍甲我，迄个我较无人知啦，我较无人知，就是讲阮去叫民进党讲，卖选啦，罢选啦。 还是无可能的啦，还是是阮哪个哦，写专导，写专导吼，一直写到家己的时，拄好发生这个苏联的独台会事件，苏联的独台会事有4项掠去，迄是阮的家己，清华大学的，对，到迄阵才结束啦，吼，迄阵迄个是看到新闻，我感觉就是想讲我嘛是独台会安尼啦。 马上自首啦！其实我毋是要救人啦，也是结束吼。我会跟你是安尼讲吼，阮伫嘉义即个县长部发新闻稿，你后头说吼，表示讲伊即世人吼，其实吼伊拢完全无啥资源啦，拢无啥资源。毋过伊要讲做运动就做，当然去遐倒去拢是弟兄弟掩护，所以讲伊实现伊所要做的物件。 这是我上介意感觉骄傲，会当靠即个朋友，吼即个个伊夫人回诊，你拢知影吼，大家知讲着回诊吼，即拢阮真久吼，真久做为台湾吼，会当访问阮淡薄仔力量的机会啦。这嘛是上帝赏赐我即个有机会参与吼，伫台湾即个社会变动的时，阮有机会去参与一部分，我就感觉足够高兴。过来我甲时间交互介绍啊，多谢。 多谢林兄，感谢你的陈峰辉吼，这个李登局，唔够机会，今仔互我有这个机会，用将这个抗战30多年来第一遍公开，伫这个所在，将这个台湾的事道吼，交整个日程做一个说明。 我今日主要内容分做这3项吼，大家看会到，我就不再念。就第1点、第2点、第3点，一个少年人安怎爬墙人伫台中，人伫土城，迄人安怎追求艺术，最后要安怎创作，这个历程经过30多年，我因为了这个。 将伊较好的说明，我分做4个阶段来讲。第一阶段就是讲军中的时期吼，我迄阵读台大，读台大，我就甲教官讲，为什我是一个台大的学生，
我未去考医官的时候，就知影讲我绝对能做正长官，因为遐正长官一定是国民党在做，所以我就罢，我就袂去考。啊，但是有一个路，只要你是吼硕士，你袂使一定能做医官，所以我就考，啊，我考掉，啊，我就去做。啊，想要到讲，我当初吼，我一直坚持讲，我绝对袂考。结果互我去做兵，啊，互我去抽签，哇，那个抽到啥？抽到政战总队。天意。那阮初开始，我是在凤山吼受训，啊，我人住台北，啊，在凤山，啊，凤山甲台北有当吼，转来一天的假期，你听赶紧，后壁安怎赶呢？上紧就是一个巴士啊，冲转去厝啊，甲老母食一下饭，啊，搁冲转来，按来回吼8点钟。啊，我迄当上大五路是啥？就是摕一本初书，因为我在练初书。啊，坐迄个巴士我无椅啊，因为当阮阿兵哥一路冲过去，啊，就无椅啊，就对遐坐，我就安尼看着吼，啊，看迄机啊。啊，摕咧摕一安尼换啊换，啊对凤山换甲台北，啊搁对台北换甲凤山。我讲这个意思是讲，我迄人吼是晓这个程度晓教的。啊，为什么安尼晓？有伊个因果伫啊。我会记有一遍吼，就是凤山部校受训要结束啊，啊有一个离营说明会，在离营的说明会吼，啊迄个队长就讲啊，任何意见都可以讲。啊，尽量讲，啊，讲技能讲尽量讲，我就尽量讲，我就讲，咱台湾为什么吼？咱的军队吼是用党来领队，领导咱的军队。我讲话一讲完，忝伫长官是一个保安落去涂骹，啊，迄队长就开始起来。记我名，啊，甲我坐迄中，一直骂，啊，另外一个长官叫起来，佫开始骂。我现在年轻人的堕落，一直到徐新娘的叛国，迄个徐新娘到走了。我甲徐新娘，我嘛一直骂，啊，我想讲，我要起来辩解啊，因为军队国家，我迄是我硕士论文，我是国家考试过硕士论文，啊，我是从这个理念来讲，啊，我的。兄弟啊，对边啊，甲我饲落去，啊，甲我拜托，你莫安尼好，无你逐个牵着要安怎？我就定定互伊。啊，倒安尼吼，变我就变赢队，但是真出名。出名就是讲，大家知影即个吼黑名单啊。不过吼，迄个甲我骂上忝的，迄大队长面乌乌，是原来算讲中国当初对蒋介石来。我伊也是出现，大家拢惊甲安尼吼。啊！我离时时，逐个把我开着，啊换，我嘛换。突然间后边咧甲我炸，好好做，将来成大功立大业，好好做。迄队长骂我上惨，迄个队长一直甲我鼓励，啊一直甲我打。所以我嘛无了解，因为因可能要骂我，迄无一定正面要骂我，因为知影讲，我是一个，我做这个研究只是讲，你著对我讲，啊我著讲出来，你当中吗？因可能有不得的所在，这就是我军中第一遍迄个经历。啊，第二部分就是1983年，我迄当分发部队嘛。啊，别人有个人抽去金门，有个人抽去迄个马祖，啊，我拄好抽迄个桃园、观音、钟爱庄、迄个全台湾的政战总队都毋遐。啊，我是99.9%的国民党员以外，迄毋是国民党的人。啊，因为我著安尼入去也无办法，因为我是抽签的啊。抽签有个人种考的啊，考的时，毋是国民党就考袂调啦。啊，我是抽签入去的，啊，我入去嘛。啊，迄个在迄拄开始吼，拢日子拢过了袂歹，反正就照顾。因为阮迄个单位真奇怪，大部分拢军官啊兵过1点仔尔。迄个训练后摆吼，反攻大陆成功，要将即个军官迁移做战地政务，做政战工作。啊，我嘛是其中之员，吼。啊，
啊，有一边吼，因为阮部队换人啊，队长伊对我真捌，啊，他换一个新的队长，迄新的队长讲啊，下个月有一个演讲，啊，真的是你来讲，伊个看我学历嘛，讲啊，台大政治系啊，应该政治研究所应该会晓讲话，叫我去，就叫我去演讲。啊，我想啊，演讲迄也无啥吼，啊，咱就事，啊，就讲一个较轻松的。所以演讲比赛开始，第一日去，第二日去，啊，我是差不多，伫要到尾时才轮到我，啊，我就甲讲吼，讲真轻松的故事啦，讲较早吼，我离台大住校园，啊，因为为了要考这个英语，参加这个营队，爱英语考试啊。啊，我英语无啥好，啊，看到一个当大树啊，下骹有一个大石头，坐一个吼，遮水的一个美国的查某囡仔，我落尾知影伊来自 Stanford 吼 ，Stanford 大学来台湾学华语。啊，我后手过一点钟要考迄个英文的考试，啊，就去遐甲伊吼，想练习一下吼，较紧张。啊，讲了吼，讲了啊。我才甲讲，我袂去甲咱自我介绍，啊，我就讲啊，歹势，我讲，My name is 张开旭，迄个查某囡仔目睭瞪大大蕊，My name is 毛泽东。我要甲解释，但是我后手迄考试考，我简单讲，我这个是发音尔，我甲伊完全拢无关的，我甲迄 generalist 完全拢无关的。啊，伊个目睭啊大大蕊，就是讲我在讲真笑。啊，这是一个实际上发生在我身躯上的故事。啊，我上欢喜哦，欢喜分啊赢，我就讲这个故事。我意思是讲吼。迄个咱台湾安怎，啊咱台湾若讲对外口顶，讲一个较轻松的哦。我这一讲完了，我全部赢负100外人，迄演讲政治演讲会哦，点，我的下场阁共款，站稳起来。那个所谓的讲，我迄当是少尉哦，讲少尉点，一直骂你骂。啊骂就做紧骂，啊我即马我暗暝还袂开始讲，别人已经在后壁甲我饲啊，讲拜托你莫阁讲，啊在紧骂，啊骂了吼，我又搁迄个营队才出名，啊摆我出入吼，大家看我小兵看我心，长官好，啊实际上我只是讲啥呢？伊骂我一个重点呢。先总统这样讲，怎么可以讲枪派性？伊讲你对我对吼，这先总统这样讲无尊敬，因为这群众咧足无尊敬的代志，伊甲我骂，骂了了，一般来讲我当你害啊，你唔知安怎，但是我是军官咧，因我大家要分配，叫我因互我一个上好的亏，就是时间到位。甲我共伙人全部拢下部队，啊，我就下大通铺。什么叫大通铺？就是迄军兵仔尔吼，大通铺。讲我民族官，我就去遐摕遐大通，逐工都困。我的职务讲啊，顶头还袂来，讲无，就安尼啊。伊就是我爱我做，这个是要安怎？我讲这个是，到军中你若任何反叛，你那边抗命啊，所以我就摕出我的法宝来，对厝吼摕我的墨，我的笔，我的墨，我的墨条，我就开始写，啊，就去编一大堆纸吼，啊，因为迄个大通铺做破，我若报纸破就敢若在写完言，写。啊，因迄个长官就是，有的人我的通批就甲讲啊，长官他有点神经有点那个，不要去惹他，让他自己写，我就逐工写，写，今仔写会打，我收起来，放假时摕转去，
后就到国去买新的纸，所以安尼陆陆续续，到对1983年一直写到1985年，我伫遐创作足侪迄个图。但是我看着我迄个拄开始，伊认为讲我真优秀，叫我做合唱团指挥。但经过演讲了，我变一个，我变精彩。什么波拢没做，甲我共体处啊，拄我是唯一的吼，台大政治硕士，伫迄个所在唯一的台大政治硕士，啊，这政治重症政战啊，我是硕士是拄这个专业用叫。然后伊遐有时低，有低调嘛。讲你今安尼，我就逐工吼用迄个单酱，将迄撒到迄个低调，啊，迄大便煨起来吼，倒落去，啊，搁看我这花花图，我逐工种菜。啊，我有卖种迄高赞头，拍起来佫袂歹吼。迄隔壁队拢会走来讲，报长官，你我们那个长官说。把你的高赞台吼，可不可以给我们一些贝冲伞，跟我泡面？爱贴在你一天包面。那有一天那个我们要写那个下一个呢哈，就是政治性的报告，军中的心得报告。我说每一个都用抄的，为什么？这上面写个抄我讲我来抄，但抄嘛是爱记啊，所以我就用狂抄，不是抄出是狂抄，下的，这样就写好啊。隔两天，刚开始辅导长找，讲什么代志？一支笔火开始噼噼噼噼，砰的讲你这是什么话？你这是什么东西？这是国家的军队，你这个是军官写的吗？因为也整天讲我的就报辅导长，因为大家都用抄的，我不想用抄的，我只要用写的。你说一定要写，我只要写的。一定骂。再个隔两天，就换队长找我去讲，听讲你昨吼，互迄个辅导长骂甲安尼吼，就甲按捺讲好啦。但是过去讲以后你好好写。我会甲我骂，队长叫我好好的写，我也无想要出版，所以我就灌台，伊要教授写，伊就歹灌我。有人讲有人要出公差要写字，我也甲手逐个都笑。讲歹话做，都歹话做代志啊。然后过一遍，迄个队长搁较说，那个叫那个蒋介石进来，就入来，队长吼。都会移到国嘛做军官。我知道你最近很辛苦，这样好了，我给你3天的假，3天，对，你自己要看怎么安排，你就回台北，给你3天的假。我就欢喜一个，因为那假有当爱有累一张，我谢谢队长，我把我快快的冲出去啊，就外口去等去厝佚佗就转来，奇怪，我放假出去，这内面平安夜内拢嘛无人出去咧，然后一个政大吼，甲我同期叫个名，你上当，我什么？他们在开国民党党员代表大会、军营大会啊，他不知道，所以干脆叫你出去。我要叫他出去，但是那队长也无讲别差，他是说让你出去一下，让你出去3天啊，3天礼拜啊。所以，迄就是迄个核心的，一个国家的军队是用一个党控制掉。我个人是咧反抗，我无办法反抗，我当然会使讲想我的力量，但是无办法处罚。因为我的理念是对的。在迄段时间，我就开始创作。简单的，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简单讲一下吼。我迄当写的时候，我那是凊彩写，凊彩骗骗。假如我迄当我那是写白家义，宁为笼中鸟，不做断翅鹰。
意思是讲，我互你管要紧啦，你要甲我断手、断脚、断棍吼，我绝对袂。啊，我写这个反叛，反叛就是我用迄竹啊，甲破开那粗糙的表面，棒棒啊下出来，这有用苍劲吼，固虎之美，就用咧轻松反叛。啊，这是迄阵阮真流行的一句话。做兵一尾糖，啊若迄个退伍了就一尾料。当兵一只虫，退伍一条龙。啊，这只是刚刚讲说明迄个实力的状态。吼，所以在这第一时期，我迄阵是讲自由的思想。啊，我写完那是传统的书法，真传统。但是我足渴望迄个自由，足嘛。这是第一种。那第二部分就要讲到这个土城时期，啊，做兵了，我第一个头路就是去靠印社，迄刘法委员所创办迄个动画杂志，后来抓郑南榕的自由时代杂志，拢所做的拢是做动画时代的讲述吼，自由讨伐、讲述反抗这个介人政权的代志。啊，不过我今仔要讲，毋是要讲这大的历史，我往来是讲甲书道有关。我拄开始要做的时阵，上大的困难就是去到倒位讲，咱是中华，咱台独，态度分子，共产党，态度分子，暴力分子，你去安怎？因遐的人，包括咱的一寡朋友们，拢讲台独是歹，台独迄是暴力分子，你要安怎讲？要安怎讲？足困难。所以我有一遍我就想讲，咱都无办法突破，所有媒体拢封锁，真是无办法突破。啊，我有一遍就是去摕一本汉教的美国吼广告学的大师，我规本甲刻好啊。我一直想讲，要安怎样突破这个困境？啊，我嘛真从真侪报纸，包括报纸迄个做广告，就是讲，我咧研究，啊，落去才想讲啊，应该是足直接。如果有一个名搭在我胸口，我出去先人知影讲我是安怎注定，所以我就是考虑着讲恢复的，因为我读《简历传》，受到《简历》足大的影响。后来恢复的这个名，如果写在我胸口头，我参与任何运动，我就会使免甲你讲，你就知影我的主张，啊，我就照这个主张来去做。这是1986年5.9历史行动，啊，这是选变台湾民主运动上重要的一场。1986年，在这个运动内面，啊，郑南榕是发起者，啊，我是郑南榕的同事，我是其中伊参与伊内面真侪这个企划甲一个执行，算讲伊的迄当时的助理。啊，你看每一个人身躯，大家拢有派这个写这个布条啊，吼，啊，当中嘛真常写布条。啊，这是我吼，你看倒面迄张。倒面迄张就是，我用一件衫，啊，用一个地布，啊，用手家己画啦，啊，拄开始是写甲写甘地精神，啊，我想讲，在迄个群众场内面，要安怎互人熟悉咱的主张，强调是讲这个主张，我就用安尼写，然后在迄场，这是有史以来。在迄个当时吼，在戒严时期，对透早10点，这到暗时10点，12点钟一个抗争，哦，安尼有关这个抗争的部分哦，大家语报就有啊，所以我就袂要赘述。啊，我在这个人员战争内面，我就穿一领衫，啊，我做一个代志，因为大家拢封锁在铁门内面，拢无法，大家拢变出来，啊，我迄当时迄个用。我就在内面哦，搁爬出来，我爬出来外口，啊，迄个墙壁比这窗啊悬，我打个爬出来，啊，就徛，甲
干脆就徛遐做演讲。演讲了，我就开始去迄个封锁圈外口，因为阮的封锁圈是空的，但外口遐全部拢是民众，我就一个迄个接触，拢去做演讲。啊，演讲了，这个是我在去做演讲。啊，演讲了，有真侪代志发生啊，包括迄当阵的报纸是民众日报还是民众日报方天干7天，啊，包括侪人，迄就是轰动海内外一个代志。啊，真久毋捌报的东华运动第一遍是 Time 甲 Newsweek， 啊，这我这看这个是 Newsweek， 实际上是真侪人做，实际上我毋是上主要的起面，有足侪人参与其中之，不过我是爬掠出来演讲，但是这期迄个 Newsweek 用我做这个运动的相片。咱搁来看这部分，这是我研究了《Time》的杂志，嘛是用我采遐来演讲做迄期的相片。啊，我的下日迄是周明国。啊，在迄当时，东华运动因摕着报道，因足无简单的。啊，因从这个，就是讲，表示台湾人民要来反抗。啊，我事后就种奇怪，啊。落尾有人朋友甲我讲，上主要就是讲，因为大家拢认为东华拢歹人，但是你谈迄个，你用甘地精神的心，你就变真特殊，因为你一直强调这个非暴力的理念，所以可能安尼媒体对你这个非暴力的理念，来感觉讲，翕你这个人，翕你这个运动，用宣扬这个运动，啊，所以用安尼做一个内容。啊，不过在迄个国民党的报纸报外时呢，唔是安尼报，伊就讲有一个人穿着什么奇装异服，像鸡头、当机啊，他跳来跳去，啊，甘地精神伊绝口不提，东华绝口不提，啊，咱来主张人民有主张，人民有主张台湾独立的自由，伊报纸把它写起来了，有一个像鸡童一样，他跳来跳去，然后他说：“人民有主张，叉叉叉叉，台湾独立绝对不会下。”1986年、1987年的时代，啊，这是落尾1987年，民进党党中央发动一个上大型的这个运动。嘛是519，啊，迄当时落大雨，啊，你看我边仔人排一个包包，因为迄当阵我嘛知影讲，我郑南榕、柯道德、蔡友传，阮即几个拢是叛乱犯，啊，我甲郑南榕是他案就是即马在侦查，啊，蔡友传甲柯道德因为是政治案就是要甲你办啊。啊，所以我出门我都一定带一个包包，因为远去的时候较免讲麻烦厝的人我送上来，所以我每样拢带一个。啊，这是我在刘焕英的头前，啊，较早在刘焕英，即摆在刘焕英你就很沙走，啊，但是较早我因为我摕安尼吼，可能毋知特款是安怎，因拢歹插我，所以我就用这个所在第一张。人民有主张台湾独立的自由，就是摕刘焕英的这个群信的这个所在。啊，我知影讲要哪突破真困难，但是我应用的是啥？所以我就利用，用一个你的毛笔，啊，你带你一张纸写起来，凹一张早，啊，时间到，地点到，我摕出来。我也免去买广告，啥个拢毋免，我干安尼做，安尼即款的效果佫袂歹，啊，当然是效果袂歹。然后我咧就是讲，要安怎甲咱的群众，因为迄个时阵，可能迄群众甲咱即款较无共款。迄个时大家想到是啥呢？咱定定就看，听着讲啊，
有的人就对警察讲绕白啊啦，就开始咒骂迄警察啦，一直骂，啊，你要甲动真困难，所以我就利用这个分众场的时阵，我就拍迄涂骹来写，我就写讲非暴力，真正的非暴力，就是遭到打击，因缘爱，因为这是咱吼印度家己一个真核心的一个想法。哟，我会使为了一个物啊，我反对到底，但是对人我完全的尊重，我袂甲你讲，袂甲你骂，袂甲你拍，袂甲你踢，这就是。但是即款的想法，在迄东西要推出来，真困难。所以我用靠嘛是靠着写毛笔，甲写布条，啊，而且现场写，互咱的民众知影。啊，这是足侪民众在1987年6月11號，真侪民眾離職啊！啊，迄陣咱是當做反對國安法內面要束縛咱的思想自由，尤其台獨主義。我就摕一個報條講，人本來就係主張台灣獨立主義，哎，迄個過程。啊，後來來到即間，我就將即個整個群眾傳向樹林官體。啊，各位知影講，在1987年的6月，迄個時陣是戒嚴時期，迄當陣有懲治叛亂條例、減數罪條例、刑法100條，那卡落啊，就非常重，啊上重的是無期徒刑，啊那較早去攏死刑。但是迄陣阮一群人，阮完全拢無任何攻擊人員。但是看到我正手邊派一個即個 speaker， 這位就是咱的建國律師江永華江先生，伊陪阮從頭到尾，伊甲做無樣兩個人輪流派迄個 speaker， 安尼行，總共4點鐘。1986年的5.9運動是長達11點鐘的上長的示威。但是定點，啊，阮這邊是戒嚴時期上長的一遍遊行，行4點鐘去反抗這個蔣經國。啊，當然行到安尼，就我就互起訴啊，所以我身軀骹拉去倒伊吼，身軀判一大堆的官司，啊，判官就往佫是要走，所以阮就來到迄個龍山市來進行募款，啊，募款的時陣吼。弄一個弄一個油燈，啊，佫弄一個，我嘛去學迄個樂器，啊，但是我五音不全吼，骹拉彈無聲，我最後就唱一個絕招，我樂器我咧歹去啊歹伊啊，互人翕相，但是單單的錄音得個放，風雲過去咯，台東啊，就放落去啊，大家都真濟人，啊，我看有個人迄微博出來人就輕音樂啊，啊，我輕一點錢，啊，開始去洗轉倒，這就是迄個時陣。啊，這個是要介紹點？因講我袂使遊行，啊，我就講好，我袂使遊行，聚眾遊行，啊，迄人大家看到有將近100外迄個警察甲我團圍住，啊，阮偌濟人，我一個。我一個，啊！迄台車，啊！我迄台車，我朋友是叫做阿牛啊，阿牛賽，叫做台灣動力車。警察講你們動員多少？講沒有，我只有一個。啊，他說不行走。啊，我哪裡有聚眾？講無聚眾，伊講不行走就是不行走。啊，所以就開始動。啊，阮迄人動，我就講幾點？啊，一直到5點19分，定。啊，動啊落去，想得到吼，天公變好，變一個大雨。因幾啊個警察，因個警察攏穿個較高的衫吼。啊，落大雨的時陣吼，啊，我講，我馬上甲迄個警局長講，警察攏是阮的兄弟，他們都是我們的兄弟，我不忍心看到他們淋雨。我現在開始我就坐在這裡，我不移動。你請你把他們通通請到裡面去，避免他淋雨。伊講不行，伊驚我個伊講，我講阮非暴力運動者，阮講袂算話，阮就證明我就坐，我一直人吼，人甲時間到，
时间到，阮就离开。啊，伊就伊相信我，就将遐铁腿留一寡人将我传到去厝。大部分人百外个拢叫因入去内面。啊，阮是用即个方式来向警方互伊了解讲，我反对是制度，毋是反对你遮个人。啊，当然因为我咧使用时啊足忝个时，啊，就最后国民党就感觉讲我可能足久无读册，所以就甲我送入去土城去进修。所以我入去迄个土城圣殿吼进行艺术的追求。啊，住喺土城是有真好的朋友吼。大家看迄个时代周刊，迄个里面有4个人，啊，即个4个人即摆剩我一个。陈良阳在1989年过身，那蔡英文先生在2017过身，柯作成先生在2018过身。啊，这是迄当时，就是4个人卡着歹毒案，爱侦办他案啊。不过嘛，因为安尼，我有这个机会甲因变同窗，所以我就入去阮的土城。啊，这是在人在土城咧，我早简历转入，有一个1698的意思是啥？你的任何册爱甲你写号码，啊，我的号码是安尼。啊，我这甲你自画像，我话拢真含话，但是大家就是手伸出来吼，就是拄我的款，人摕落去佫加一公手，就是我安尼，吼啊，一个人迄无做套房，啊，在你套房内面上大的痛苦是无人通会甲你讲话，啊，不过阮真幸运，迄个时阵我有3个真好的同事伫遐，一个蔡英文。寇作队啊，另外一个在座的陈明仁、陈老师，阮4个，所以4个人斗阵营在内面。啊，我在内面就除了我在写毛笔了，因甲我讲，啊，介绍啊，你哪会讲台语那臭灵呆啊？就讲我嫌我的台语无好，啊，讲起来实在是冤枉，因为我自细汉是在台北大汉，我6岁起来台北，起来台北进前哦。我袂晓讲北京语，啊！但是经过读到在研究所毕业了后，我无法用台语来报纸，啊！这个是国民党独尊华裔的结果。即使我这变讲一个天龙国语啊，所以我落尾足拍拼，一直学台语，啊学2年，听迄个广播电台学2年，啊有一遍我走落去南部，我咧上讲，啊你这少年，你的台语足赞。互你学落去，我足欢喜，因为我安尼拍拼讲有一个成就感。伊讲参与恁即款外省囡仔，因讲安尼袂歹。所以嘛，感觉讲，伊马上是当作我是外省的，因为我到嘉义啊，到台南嘛，伊拢当作我外省的，啊，我已经足努力啊，足拍拼。好，话讲倒来这边，叫我就在内面，我读的题目大部分拢读艺术。因为我就讲政治我读，啊，即家己在读艺术、做艺术，啊，做一个笔记。我迄想讲，我要安怎做？啊，迄个是拄好，我厝的人哦，请迄个代办会，将迄个我笔纸拢送入来。啊，我迄阵哦，墨袂使凊彩互人，安怎会使？阮是政治犯，因就种特别的管道互我，凊彩墨袂使，为什么呢？然后我多吼，要来摕来刺青。车灵车好啊！讲这袂使，互你来凊彩，佫来车灵车啊！讲我袂车灵车啊！我好，啊伊就逐工在狗仔空看我有在车灵车吼。那这是我土城了，一支出来时，我迄当个作品，就开始慢慢就想偷办。有亚辉，我上喜欢听迄个Domingo甲江辉唱。有亚辉，啊，黄昏的故乡开始，为什么咱的书法，也是中国所讲的书法，我所讲的书道一定要学的，所以我想要叫咧偷办，我就开始参一寡彩色，这是酒干仔空白，我要写台语。
所以在这段期间，我将这个书道的创作是用台湾歌谣言语，佮掺一点仔彩法，用这彩法就是讲，我想要在这方面有一个突破。我无想要甲中国人完全讲共款，拢写甲因共款，有无共款的物啊？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头前用的时间较济，我后边就较简短第三个时期是台中时期，各位看到这，就是1992年独明台电事件，独明台电事件，我迄当担任这个独明签名回来台湾本部的总干事，一个是节骨干，一个是柯良俊，一个是我，阮三个拢至少在社会上是受过相当的教育，但是一个报纸一看落去，阮遮的人拢是暴力分子，拢是要破坏中华民国的宪政，一小错别有用心人士听，你所想的百个名词拢会可能会身躯上。真讲你把你所有你这个人的人际关系完全的摧毁，用这个报纸导弹高调，这是自由时报。你也去看别个报纸，更加无款。这个是我我较早细汉就爱听看迄个《基督山恩仇记》，男主角就讲即款，这个造型但是我是内面上少年的，我差30通岁啊，但是好煞煞落，敢50、60岁的老阿公共款，这是阮蹛迄个法庭，阮蹛法庭的时，阮也无惊吓，大家拢笑眯眯，我的正名是林永生，过来是柯良俊。人到内面政治部我就兼讲，我就开始讲，既然我有遐尼好的机会，我就要用这个机会。于是，我不但开始画图，我更加来思考我要哪去创作。我这是1992年我画，但是我画这个图其实是画我土城的，这是土城的，汤铁汤足悬足悬。白底袂着的，迄年的月亮无月亮，我看袂着月亮。我即摆来讲，我人刚开始的思考来讲，写毛笔，有的人写甲足济，但是你到底是怎写啥？你敢有办法用你毛笔来写出你对台湾的感情，写出你过去伫遮共同的回忆？你若临帖就是讲，伊安那你就写，伊那写，但是你若写10年、写20年，你的台湾伫倒位？参像这个真有名的一首诗，中国的诗，枫桥夜泊，月落提霜满天，江风起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愿将心渡客时。这北京以外会念，台语我嘛会念。我看到侪这个书法的，拢四个拢在写枫桥夜泊。但是问题是，我一世人捌去过遐，我嘛毋捌看过寒山寺，我嘛无看过枫桥，但是足侪台湾人。印象就是月落提霜满天，今晚月落提霜满天，淡水河你无去，不你著嘛去咱台东过一下台东看卖，就是写台东的物啊，就拢写这。佫有即个东条地做早发白地城，这嘛是真有名。雕塑白地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花原声提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这个白地是即摆贵州凤节县叫做凤节县，江陵是即摆湖北荆州市，这两个所在咱拢毋捌。我一世人毋捌去，我相信侪人拢毋捌去。但是你去看，或者台湾的书法的表演、书法的展览、书法的什么比赛，拢来。朝辞薄离彩云间，千里江陵一轮，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较写拢写中国的名，为什么？因为因认为讲书法是中国的，一切拢中国的，所以我写中国的。啊，但是咱家己就看唔到。啊，有一个朋友互到老两个，我拄坐监的时阵哦，向向。甲我办见面会面，伊讲介绍下，这阮吼，阮社内面哦，敢若是啥物社，可能是台语社，啥物社，讲写一百互你，啊我伊安尼现我看，或者拍着手棍电刀用，看着咧我足感动，目睭亲切。伊讲你算写啦，讲清楚，我讲对啊，这咱家己的名，为什么咱家己的名袂使来表达？伊互我有一个真大即个鼓励，所以我当内面慢慢仔思考。你看，这是一个草图，草图就是讲，我即摆要创作一个名，一直想，我可能想几啊工，可能想几啊礼拜，一直最后将这个一个构句读出来，佮甲换为做我的梦想。讲因为迄阵我当内面无办法写。因为无迄汉大空间，我军中吼伊个大通铺会使，我会使写，拄仔伫讲是足易，但是就先用这个想法，就甲画出来。这是万里早归。每日思念你一人，比你通三参像鸳鸯水暗，不时相识，无疑会来听分离。这是咱最，不管是我这辈，搁较顶头辈，甚至咱少年辈，拢捌听过歌。为什么遐尼好的歌，你袂记通来写入你书中？这就是我内面的思考，所以我决定要向这个来拍。即摆下面就看这个，在这个时期我所写的马祖进香，因为我看到在迄个报纸里，足大篇幅，拢一直去报台湾偌济万人偌济人，迄是一个现象。迄个现象对毋对是另外一回事。有人甲你托梦来，无人甲托梦讲你托梦了要选总统，迄嘛另外一回事。但是我感觉台湾是有这个现象，所以我就将这做一个题材，叫做马祖进香。我写这个是出头天，但是我写一个天，我落尾将伊当做一个迄个贺卡，寄予朋友出头天，这是望春风，这是落尾我伫一个场所时用一个书道的表演。我遮咧讲的就是讲，咱对台湾，咱有感情；咱对土地，咱有咱共同的回忆。这个感情甲你的回忆，应该是一个艺术家创作的。但是咱台湾的书法，咱台湾写文笔，拢互因限制，一定爱遥想迄边秋海棠，遥想迄边中国。还有什么呢？还有咧，大家可能捌听过。对于《论语》《孟子》《诗经》《尔雅》《礼运大同篇》《临江仙》《满江红》写到肚痛帖，肚痛就肚子很痛，肚子很痛的帖怀硕自序帖，就是讲别人讲写肚痛帖，咱嘛临摹，别人伊到巴肚疼，咱一直临摹。伊讲迄个写真好，我感觉我较早嘛感觉讲真好，但是我就会发觉讲，你逐工都讲伊巴肚疼，
伊讲巴肚疼爱食什么黄连啊，爱食啥，迄内面拢带虾的。因此，我一直感觉讲，如果你的创作甲这个土地是无关联者，安尼这个艺术无台湾的主体。有的人讲，哦，我若去咱巴黎，我画巴黎铁塔，会啊，你会使画啊，你对有感情，照是会晓画啊。但问题是，画人一世人毋捌去过黄山，画了黄山。一世人毋捌去过什么巴黎困难山，一世人拢毋捌去过什么所在，但是伊用一直写，一直写。啊，遐个人伊安写，我是尊重伊创作出来，但是我经过这个反省，我袂安尼做啊。最后一部分，我要来讲的就是迄个台湾时期吼。啊，但是要讲台湾时期之前，我想要甲大家插播一下，有一个人吼。算讲对我这个台湾创作影响有小淡薄仔大，啊，迄个人就在做咱的陈老师。啊，但是我讲交朋友吼，交这个朋友有好处嘛有歹处。安怎讲呢？我在1990年，我迄阵决定讲，想讲吼，我出国无偌久。啊，想讲我搁欠啥，想要去台湾读，我就走去英国去读册。啊，咱去读册吼，啊，想讲我就开始要来写非暴力这个理论，啊，去准备收集足侪资料。啊，想要到有一个朋友，啊，迄个人就是咱即马在座的陈老师，伊竟然在啥？伊在吼美国的台湾公论部，啊，搁有迄个台湾新国家月刊公开发片。一首诗，哦，迄首诗是足赞的。迄诗的名叫做“倒转来解释”。我当去读册，爱甲我写讲倒转来，伊讲啊，你读的拢无效啦，啊，转来才有效啦。啊，咱想想，啊，讲公开发表，你讲你啊，普通咱写书底下，伊甲我公开发表，啊，我就讲啊好啊，既然安尼吼，当年嘛有真侪缘故，我就乖乖听伊话，吼，我结束外口的流浪生活，就转来。啊，转来了后，啊，就一入来台北，啊，再搁入来台中看守所。啊，这是伊的功劳。啊，咱普通就是讲啊，有一个慰问的水果一波，伊寄啥话咧？伊寄迄个台文要安怎写台文，迄啊，搁甲函授。即摆讲意思是讲，你即摆在台中看守所迄个专修班，我即摆开始来教你。所以讲，即款的朋友吼。世间无几个，吼啊！我受伊的影响，讲哦，啊，因开始，因为我咱愈当愈甲真困难愈。不过我是当在迄个台中的时阵哦，我从东方北，吼林文德先生所写的迄个巨作，吼《浪淘沙》，规模730万字，我带来甲客文。啊，客完的时阵哦，我对伊内面伊所用的对话，虽然是用汉语，但是全部都用台语来表达。啊，我就想，因为我台语文哦是较含糊，所以我就学习。所以我在内面就写，一直写。最后我在一天的时写出来是叫做《铁汤必白》。啊，因为迄本册《铁汤必白》照今仔日这个哦，铁汤来的台湾书道。啊，我做一个插播吼。啊，搁来就第4个阶段就是台湾时期吼。台湾时期就是台语文的时期。各位看哦，人哦总是身体爱有哪送餐维修啦。我会记迄个反骨吼，反骨就是足有名的一个相片。啊，因为耳仔大起讲要送吼，送互一个女性吼，女长会的女性。啊，人讲伊笑呢，啊，我这无咧，我也无去笑，因为哦，迄耳朵内面中耳炎，啊，医生讲，我紧我甲你清者，然后做一点迄个小手术，啊，就包一个安尼，啊，几个月，弄啊好，啊，伊咧，啊，总是开足侪时间啊，我逐工在内面啊，想讲，好啦，我既然进场维修，我较早上爱做第3晚。其实我就是讲，我要继续创作，所以就利用这个时间，我就在思考。所
所以从过去我啦脑内面遐个笔记都摕得出来。我啦想讲，我一直想要写，但一直写不出来。我即马时间较济，所以我开始大量收集，看偌济迄个技术的物件，调向这方面来拍拼。然后将阮妈妈这个房间有一个储藏室我即马拼开，开始来做这个书道的创作。我的储藏室这是书画室内面的鸡翅头，鸡翅头拢是用上俗的，原料嘛上俗的因为原料有广告原料较好的一本一个足贵啊，反正我就先当做是先试验这就是我而且这因为我新冠百岁无什么工作桌面我需要一个足大上大就是这个较黑的面层，所以逐工饲有当饲到腰酸背痛。不过虽然是安尼，我已经伫遮创作几啊百个图，而且拢用台文用台湾歌谣感语所创作出来。创作出来我想要用出来，那破例本来是这个装裱、装裱。表背但是咱无经费所以上简单是用反正弄来就直贴起来。所以你看我的迄图都凹凸不平，因为无装裱起来，就无好看。无钉就只有两支迄个日光灯刺落。迄个日光灯其实光源无不足，不过在客人的这个经营照常做。这是我的笔其中一支是其中一支笔。这个笔可以填水机内面。大家看到种这个有影绘出的色彩，其实我对人到军中1983年迄阵开始，我就一直想要用彩色，但一直写，拢一直失败。因为捌着什么色，迄乌的弄成拢糊，嘛有一寡先辈伊嘛要试这彩法。最后我我有一个突破，我要用无共款的方法，一直干行30多年，我才有办法写出这个彩法。我咧写这版创作是为阮太太创作，因为伊的册名叫做“想要用台湾做一件代志”，这是真大笔的一版。所以迄个时阵就是讲用台湾话来创作台湾文，作品互大家看见这就是即版就是唔通为我目屎流。我想讲，你后摆有可能你互外国人看，甚至引去伦敦、引去东京、引去巴黎来有一个展览。我的即幅图是办互迄个巴黎因的国际特赦组织因摕去甲裱起来，讲有一个政治犯，伊出来了，寄批互伊，但是。我地址碰见因甲我裱起来，寄迄相片花。我只讲，唔通为我目屎流。这全部是我甲所见。就敢若讲毕卡索伊是写实足厉害，但是伊画到立体派时，伊的笔画就减少，所以唔通为我通省略啦，我就讲写目屎流。这目屎流，那。正面这个是迄个粗图，我可能会用画的粗图，用画一直画足久，才想讲上好的表达方法。这个是乌云炸着银牛，因为我人住在土城，第一面风关，第一面看到迄段路内面想着厝的人，但是迄面我看袂到月牛，我就想讲乌云炸着月牛，when clouds overshadow the moon。这月牛设计，这是季风才会飞，fly against the wind。这就是对我一个启示，就是讲我在坐迄个铁马对红港屏东红港爬到寿卡，拢甲台东，
然后感受说，我风安尼扬起来，然后感受种人生，所以我写这见风才会飞。啊，见风才会飞，话讲，你这是什么几啊字吼？哈，没有啊，这是第一个是见，啊，第二是风，啊，其他拢省略。啊，这是第一遍，我会创作将吼，上重要就是讲，我将罗马语用毛笔写出来。啊，我行这个突破，我行30年。较早咱就想讲，这写中文，哪有可能用毛笔来写英文？哪会使用这个毛笔来写罗马语？无使啦！中文你用啊写中文，但是我有这个突破了，本来就会使啊，因为迄就是咱的声，咱的语言，咱写出来咱的名，吼，这个字，字。啊，这是艋舺梁山市。艋舺梁山市吼，啊，要甲大家分享就是讲，大家拢知1986年，全台湾上轰动武林、轰动世界，就是吴永久、陈良先生甲找人共同领导。但是我前几工我找迄个 Wikipedia， 梁山市找英文艋舺龙山 Temple， 用艋舺龙山 Temple 是啥？是 a Chinese folk religious temple， 是一个中国的宗教、民间宗教的起源。中国，啊，我找一个闽南语，伊个闽南语可能是中国迄边，这个闽南语，伊就毋知在写到个黄yazoo一点啊。我迄句无，台湾的无，啊，包括找意大利文，拢有意大利文哦，拢有介绍这个艋舺梁山市，西班牙文、法文，拢有写，但是绝口不提，啊，独独是日文甲荷兰语，日文伊就写着1986，吼。啊，这个翻译介绍，我日文我会晓看一点啊。荷兰文我看无，但是我有为什么？伊啊内面写着1986，啊，我写着迄叫做 Green Action， 绿色行动。啊，我看着迄荷兰文的拼音哦，甲伊写着 GREN， 啊，做 Action 进行。啊，然后用迄 Google 查出来，荷兰，是讲哦。荷兰甲咱台湾有关系，日本甲咱台湾有关系。因在这里介绍梁山市是有讲到提起，但是咱台湾用的繁体中文无介绍，无介绍到吴永久，无介绍到在1986年迄个时阵，全台湾的所有中华人民大家拢这个国民党的戒严，互杀到这个戒严。将这个杀党在1987年达成，中国无办法爱将戒严，但是在这 Wikipedia， 啊，因为这个 Wikipedia， 迄毋是官方的，啊，迄表示啥呢？表示讲，是毋是咱的拍电都无够？是毋是大概外国人，敢若讲顶摆迄个捷克，吼，布拉格市长来甲台北，啊。来去看梁山市，来介绍啊，这梁山市啊，啊，有讲到，咱这是1986年。那这若是日本哦，还是美国，还是英国，伊迄历史好，应该写一大堆。因为曾经是咱共同的回忆，但是咱中台湾无。这是我叫的历史运动，所以我就变讲将迄个笔画内面的一部分甲写起来。啊，这是迄个陈明仁老师吼，因为对我是袂歹，啊，虽然安尼公开讲叫我转来，啊，我嘛是甲你互伊一个回报。为了伊创作，因为伊写着啥，伊一首诗叫做《走出流浪的台湾》（Wandering Taiwan）。啊，伊个内面佫有一句足水，我足欣赏。走出历史的手艺，历史的手艺，
咱台湾人过去可能是种是一个悲哀的事，但是咱在找找的过程中，咱是咧找着咱的过去笑，因为咱要正做一个什款一个梦想。啊，我为这个创作，啊，我创作时我对伊完全放下，袂去讲伊甲我安尼，吼，写一个倒转来解释，啊，害我，但是嘛好个，你叫我转来，因为我册嘛读袂落。总结。啊，这以上这就是母语，就是讲咱用咱老母生出来的喙齿母语来当作咱创作的题材。因此，在这部分，我就第四时期，我用台语文的文化程度，我有的人可能真挣扎，我这个是用真大胆来用台语来去写我的母语，啊，而且我这个采访，我用印象，诶，敢若讲反腐你摕伊个图，人讲笑的，摕较开的。啊，高中讲我啊，那大溪地的女人的画家恁歹，就是讲遐一款印象要互人看袂起的人啊，本咧边啊，结果因家己斗阵，伊讲咱就家己来顶咱的图。啊，你看即马反有100图，我捌听我讲100是3997万美金，迄是20多年前的迄一个记录。啊，我毋是专讲迄个计算喏。哦，对你家己有肯定的物啊，你家己相信你的画的物啊，是代表你的感情，伊本身就有伊的艺术价值，毋是别人怎讲，甚至毋是你顶头来讲，你爱安怎画，爱安怎写，无足侪人拢写在写迄个吼。较早咱定写讲《论语》《孟子》《诗经》《尔雅》《礼运大同篇》等等等，写了吼，先总统蒋公说，写了国父孙中山先生说。诶，学生时代就安尼想，啊，咱即摆讲，你讲的物是事实，还是毋是事实？迄定位就是无感情。我可能要写我有感情的物。以上就是讲我这个因为关于政治的体通学，但是在关的过程中。我会去创造这个台湾的采访手法。啊，我所经过是军中时期、土城时期、台中时期、甲台湾时期。我对原来初刚开始讲要甲写自由讨版，啊，慢慢啊踏入，我要写台湾的歌谣，慢慢啊讲，我就要来写台湾的想法、台湾的意识。最后我讲，我就要用我的台语文来写我台湾的感情，一步一步，啊，但是行了35年。啊，这个过程中，就是我最欣赏的毕加索一句话，用创作就是翻盘。你无翻盘，没有反叛是不能创造。但是各位，你若去走去苏文纪念馆，伊个一大堆什么书法的展览，你安尼目睭所扫过去，你会看讲台湾在哪里？因为什么？最人拢。对呀，对个足清，无办法。啊，我真感谢讲，真感谢讲，我人生有这个过程。我在军中，互人安尼糟蹋，我在坐落的过程，一个土城，一个台中。以后，我阁一直想，我所想的就是讲，我要来创作，创作是表达我的感情。啊，最后甲大家讲，就讲，替他来的台湾书其实。对这个台湾的苏州找出流浪的台湾，而且找出参像当年老师所讲，找出咱台湾艺术历史的笑容。感谢。那个江老师。你迄个时阵被捕的那一刻，你伫想啥物物？判断人心。因为我捌面对是面对我甲伊做时，我问一句话，我讲是面对啊，你较偏心哦，啊，你想的迄句话，
第一个念头是什么？你马上扣回啊，你用扣回的第一个念头是什么？我会惊赢，摔者，但是因为我讲法官甲我收押，讲叫我摕20万，我人哀内面，迄队长讲你快点叫家人拿20万，我讲我没有钱，请你快点送我过去，过去那个土城，有朋友甲我放声讲。卖倒来卖讲啊！伊要摕钱，我拜托卖互我入去，卖互我出来。为什么呢？因为我对1986年、1987年、1988年，我一直在外口踅，我身躯一大堆官司，我也无任何头路。我唯一头路就是在街头去宣扬非暴力，宣扬人民有主张台湾独立的自由。我所做的是安尼，有一边在迄个苗栗，阮要对苗栗要甲下一站落去，因甲阮动，但是骹安怎动，就是歹甲我掠，我就甲讲，我就迄人较少讲，分局长，那你就做个决定你要怎么逮捕我，我通通要接受，因为我完全不会做任何反抗，没有想到这里高阶警官竟然甲我讲，有听讲要逮捕你不是我能够决定的。我后边这句话重要。现在是5点你是可以到下一个县市。意思讲你若去后一个代志，这不是我的代志，拜托的。为什么呢？因为我甲侪兄弟第一点是戒严时期第一点直接挑战这个蒋经国。为什么挑战伊呢？因为蒋经国在迄个时阵讲，我也是台湾人，伊讲我嘛是台湾人，但是伊讲我嘛是台湾人的常识，伊讲要制定国安法，将咱头壳内面迄个台独思想挽掉。所以，阮一群人落去拜访，拜访迄是直接挑战。那照过去的标准，这群人阮甲创掉的。不过，阮大队人马来到遐的时阵迄当时负责是中山分局长蒋延远，是一个我所了解伊的报价风评足正直、铁面无私的人。伊这个人看到阮大队的群众来的时阵，伊无派任何人，伊家己一群人带一个随扈来到阮的群众中间，我看到伊来，我全部拢坐落，所以阮整个大队人马拢坐落。这个分局长伊等我里头也坐落。伊讲你不要再走了，我要走到不能走为止。我麻烦请你将我逮捕，如果我是错的话，你不要再走下去了。你可以将我立即逮捕。最后就迄句话歹讲，就袂使绝对袂使甲阮掠。最后有一寡朋友就会开玩笑，讲麻烦的，因为迄人总有个伫掠船第2天报纸写枪开穴，我是 under arrest， 百枪经过，有人是都安尼讲啦。但是正经因为我甲阿仁大家讲，阮若安尼走我真个走足忝的。要拜托因拢歹插我，甚至我有主动有一边去南投，我主动讲今日警察用你给我到警察局，我跟着到警察，到了警察局讲拜托了，不要这样，赶快出去。系不过蒋经国是过身迄年1988年，伊才会过身，我迄年我就互掠起来。我掠是其实我是愿意，我拢歹交保。我就将这个故事迄个在离控诉我有机会去凤溪山庄，甲阿辉伯开讲。阿辉伯讲安尼，本来讲1点钟，想到1到讲2点钟，我就将这段过程讲
回底也听啦，讲蒋经国在调哦，我包括我都学生哦，大海国公然反对伊，我从头到尾拢无代志。啊，可能是因为你的命甲蒋介石共款，伊听了伊哈哈大笑。我到后壁佫加一句，不过换你的时阵，我就袂记来面啊。要当做一种笑谈。所以你头仔你讲迄句讲，我有惊赢，坦白讲我有惊赢。惊赢是讲，一下子这样子，我无办法甲外口人联系，但是我知影，迄是我必然要经过的历程。我反映讲有其他的人吼，各种的想法你发表恁的意见吼。今仔有啥物作品会放人看？你书道的，你的迄作品？我都加一部，我是全部拢放咧网络。嘿。我的作品就我想甲你讲一个故事啦吼。阮出来我就开始创作。创作过程，我画一幅足大幅的，叫做江都雅物，真大幅的图我送互一个朋友，辗转吼，这一幅图入去一个企业总裁办公室，真大块，真有气派。不过有一个朋友吼，就会伊转来甲我讲，讲介绍，你迄幅图我有看到，你有看到？有啊，因为迄个企业总裁可能为了一寡代志乌道来啦，厝讲讲，但你迄图掉一下无人要治。你讲你迄图伊就在讲，迄轻较贵啦，迄图无啥物价值。后边这位。请问教授，你的家人就父母亲你的家人对你的这样的抗争然后进去出来那样的有什么感想？家人就父母。当然，迄个厝的人有真大迄个惊吓。你是支持你吗？没有办法，因为阮迄个时代人，有厝的人会甲你反对，但是你敢若讲，咱若无要出来时阵，佫有啥物人会出来？包括因为我入去地南洋的杂志社时阵，我是第一个来访问台湾独立联盟，遐个台独分子，我在写迄个访问稿，我就知影我未来有可能出代志，但是阮因为这是大家拢在做，共同在做奋斗的代志，地南行到头前，我在地南边，我学习真济，阮厝的人当然惊遐，不过因为阮老母，伊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伊就讲。只要我到外口，莫去甲人冤家相拍，一切拢有主耶稣，主耶稣会甲人祝福，有甲人保庇安尼。我会坦白讲就是讲，面对着这种威胁时，第一个念头一定想着厝的人，想你上亲的人，迄种人变。但是你若超越迄个时阵，想讲我若无出来的时阵，是毋是搁较侪人会受到迫害？亲像讲，若咱迄人无反抗，迄个时阵法律是你到公开的所在，喙讲台湾独立，迄就是要判刑。咱反抗了，出国外去。对。是。感谢神。来，佫有啥物年轻的一辈较少年的，我足想要知影因恁的想法因为我所讲的这拢是咧30年前、20年前的代志。因为我有一个朋友甲我讲，你今仔日甲我讲即款的这已经是2、3年的代志，而且佫伊讲这书道，这款种社会真冷面，这无人要听的啦。有一个朋友甲我开玩笑安尼啦，所以今仔我若遐侪朋友来听，我是非常感谢。是毋是有少年辈恁有啥物想法？因为阮所行的迄个路是安尼，但是阮嘛一定嘛有一寡讲，如果历史已经定性来，咱会使安怎行？我嘛毋知。但是阮相信讲，迄当作安尼行，
阮愿意付出，足侪人甲我共款，我即部其中之一。等下你问了再互少年再问一遍，好来，请。因为我是一个台湾国的军人吼，阮组织台湾国政府军吼，即马因为阮已经武装叛乱，所以我嘛是会惊啦。我拄仔有回答讲，习近平本来伫陆军官校伊讲要组织嘛，习近平叫我敲卫生，我问伊一句话，伊的办公室嘛，我请伊食饭，我甲问伊说，甲我讲阿干即声死啊，一句话尔。我是认为讲台湾若真正要独立成功，要消灭一个政权吼，无武力可能是无法度。要用上少的武力解决这个问题吼，这是我日思夜想的问题。要让1:1:1来建吼，因为台湾即摆有22万的国军嘛，中华民国国军啦吼，台湾独政府军即摆430万。所以大概是1:5000嘛，然后1:500啦。所以阮人有一个目标啦，就是我虽然惊吓吼，毋过我嘛是服从纪律 discipline 吼。We fair, but we obey the discipline。所以我嘛希望咱的上帝甲咱台湾国的众神法度帮助咱吼。咱刑法100条是言论叛乱无罪啦吼。因为甘地一个非武装、非暴力吼，伊有伊个时代背景。毋过伫咱即个时代背景，美国嘛要拍，阿强嘛要拍，日本嘛要拍，菲律宾嘛要拍，杜特地嘛要拍，大家拢要拍吼。我想咱台湾人可能准备野情的心嘛，爱小可囥一下。若无，我认为讲咱的筹码上少。所以你要用艺术、文化、语言、道理，你甲一个老模吼，秀才遇到兵哦，人讲一句话啦，秀才遇到兵哦，有理讲不清啦。所以，这个台湾人，我看嘛是爱有一寡老模啦。我是无恰用恰方啦，毋过我嘛是老模啦吼。所以我老模，当你手中有一把铁锤的时候，看到什么都是钉子啦。所以我是感觉讲吼，咱嘛是爱有纪律甲团结吼，甲咱台派，非暴力只是手段，各种斗争的手段的其中一环。真正决胜负吼是不择手段的，生死存亡吼，人讲《孙子兵法》讲的啦，兵者生死之道，存亡之境啊。所以吼，我的看法是安尼啦，蒋介石啦，主张非暴力啦吼，我黄国华主张武装革命啦，这是我伫这所在甲大家分享。我嘛讲一个我去有逮捕的现象啦，我伫桃园的海洋之声广播电台，桃园台50个警察冲进我们电台，甲阮逮捕的时阵，坦白说，我嘛是会惊啦。毋过以前建国广场有一个去考护士的。迄个查某伫建国广场内面，逐工做义工，伫遐推迄个弥撒的时阵吼，有一天伊就甲我讲拍我的背啦。伊讲国华，因为我主持的节目叫做《建国灯塔》啦。伊讲国华，咱的运动吼，敢若一句话啦，爱勇敢。我相信介细兄吼，虽然会惊吓，毋过。我真正想要行去你的后壁，甲你拍你，甲你讲，你嘛爱勇敢啦，我嘛爱勇敢，咱台湾人拢爱勇敢，安尼好。好，谢谢啊，我想大家分享，你分享你的想法吼。我想讲到这部分，我安那分享一个吼，有一位迄个学生叫做黄若琪吼，伊是张延信张干县博士即个伊学生。伊在2013的时候，伊来找我，因为张老师讲叫伊来找我，伊讲叫我讲张老师我想要写龙山寺这部分，但是资料足少，真欠缺。伊想要写龙山寺有关519龙山寺这个运动，安怎。
伊讲伊找拢真少，啊，我就当然我就提出讲一寡意见，甲讲哦，讲安怎想提供意见，啊伊嘛真欢喜，所以伊就搁好拍拼，去想好真短时间，伊就完成伊的迄个硕士论文。伊硕士论文叫做《庙庭甲民主论艋舺龙山区所扮演的功能甲角色》。我讲即个学生黄老师是为什么呢？就是讲伊在伊进前2013这进前，全台湾无一篇论文写龙山区519，无一篇啊！但是1986年一直到2010年，一直汉济年呢，一直到今年的2016年是30周年，咱台湾无人大庆，无大型的官方的庆祝拢无。啊，这若在美国的，这若在英国的，这若在德国的，尤其我会记，我看一个俄国影片，我足感动的。俄国是一艘迄个畅水港沉落去，啊，所有人受难家属，每一年已经在集中在这个所在，每一年来少年有共同的人，因为有共同的回忆、共同的梦想，加是共同的疼。但是1980年在龙山区顶头所发生的代志，咱的中文的 Wikipedia 拢有，咱的英文写是讲这是中国的，侪囝拢无爱去讲到这个1980年在艋舺龙山所发生的这个代志，所以这个学生写是第一篇，所以我是真啊鼓励。啊，我是对这来讲起是啥呢？就参照真侪台湾的主体，爱有伊的主体性。毛笔是一个功夫。为什么日本人写出来，讲这就是日本的物啊？韩国人写出来这是韩国的物啊？但是你台湾人写出来，较写就是在写中国的物啊？为什么？当然，这几年啊，慢慢有真侪人都开始一直想要写台湾的物，慢慢已经有。但是你爱去看正式的比赛，正式的什么啊？于右任，伊后摆迄是一回事，伊有真侪徒子徒孙。用足侪资源，一直宣扬于右任的想法、于右任的书法、于右任的书道，伊的创作定义。啊，但是对台湾的部分，所以互你的台湾的文化有伊的主体性，多伊的认同，这个真强的时阵，你才有办法来帮助政府独立建国的成功。无你讲是讲你是我，你讲我是中国人，我是台湾人，我是什么人？迄认同迄个物爱解决啦，所以这是我的建议。我是讲有未发现，尤其是年轻的朋友麻烦恁。好，我来问一个问题，免卖句，我应该讲话有够高兴。你遮尔济当为着台独拍拼，所以我真好奇，你对现主席的民进党有啥物看法？你指的是哪种民？就是目前民进党。就是你对目前的民进党的人，也是民进党所做的代志，有啥物看法？也是对将来的局势有啥物看法？我两点，第一点对即马所做的是，我上重要是我要做这款，因为我今仔的主题是师道，是讲过去，讲师道，所以这是我的重点。第二部分，你头讲对即摆伊所做的，但即摆伊所做可能讲英军甲德军都要相谈，也是英军甲德军都要相争，也是讲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但是即摆名做中华民国，也是讲无话台湾已经独立等等的。我甲有一群少年朋友，阮捌用一个叫做独立公道，当然，阮独立公道的即个运动。对2016年一直杀到到即马，一般来讲拢是人当作笑，迄是无可能，迄无路用啦，迄无选票啦，等等的。不过阮有相信讲，要决定台湾成做一个国家，这是爱人民家己决定的，这大家拢知影。但是大家拢知影的代志，无用大家愿意来做，
因为现实的考量讲，咱即摆先莫讲，其他拢成就家大其他咧，互我选议了才过，选过了，讲即摆要来讲，即摆要来建设啊，先莫讲。等到后一个选举，伊佫甲你讲莫讲，所以一年佫一年，一遍佫一遍，永远拢无讲。我个人的想法是讲，咱若要改变，咱毋是要望掌权的人，望伊去改变，是咱少年人，因为咱想要改变啦，你要提出你的主张，你的主张你结合你的文章来去做应用。我个人的能力，坦白讲，我今年61岁，这拍戏拍伤遐久，看有当目睭会花。走无像过去遐尼老走。较早虽然有西转岛，但即马西可能无办法。不过，我希望讲在以后这个日子里面，影响这台湾的主体面，透过这个艺术的方面，有更较侪选择。像我足想讲，用来去大学的校园，来甲遐咱的少年朋友，像我进前去大概迄个台语文社做一遍演讲，虽然人拢真少，但是我演讲伊阵有一个分享，就讲后摆咱台湾要安怎行，其实是咱靠咱少年人。但是少年人要考验的时阵，我上重要是讲到底是要去倒位？走出流浪台湾，你是要继续流浪，还是咱知影咱去倒位？这个灯塔，咱家己爱去找。谢谢。我有一个问题想要问刚开始的时阵，就是讲，我知影顶摆你200，迄个是当阵啊，你有去迄个杀人队啊办一个活动，就是你遐徛1分钟，迄当阵就是有一个通牌，伊常常就抓一个囡仔要甲因拍，我想要问讲，你做即款开布的风筝的时阵，若是拄着有人要甲伊拍，是要甲伊杀安怎？你应该安怎应对？恢复的运动者，毋是拢啥物拢毋惊，确实我嘛会惊。我会记，我较大的惊的是在1986年6月7日，迄一天，我一个人对桃园行到中立，我的主题就是主动行婚，为什么呢？因为519完，国民党就要抓郑南榕，所以国民党在1986年6月7日将郑南榕抓起来收押。因为郑南榕伊是我的头家，是我的杂志社的总编辑，是我的运动的前辈。伊佫有一个新闻，伊是我在台湾唯二的党员同志，因为海外柯信荣因要组一个叫做台湾民主党，迄个时还无民进党，迄个时若讲你拢甲海外，迄个是叛乱咯。台湾民主党，伊在号召台湾人，迄个时无人参加。郑南榕讲来介绍，咱来加入，伊就签名。伊就变第1号台湾民主党台湾党员。伊讲你签，我当然我对你签，就2个人。2个人签，当然第1号就入去啊。第1号入去，我第2号要安怎？我第2号签一个讲什么？我要参加这个党，在海外哦，伊也无做啥代，在因兜签一个传真过去，就讲安尼就爱关。我就是讲我要，但是我为什么要选择这个迄个桃园呢？用桃园是我的故乡，迄个党的党主席，迄柯信荣走路的，迄个走路的柯信荣，伊是桃园人，所以我选择对桃园行到中立，因为迄阵中立有一个活动要成立，我要行的时阵哦，警察就过来，伊讲不要这样子啊，去很危险啊，我没有，我就一个人，
我的身上常穿着甘地精神那个，因为真的很危险啊！啊，罗伟龙在老公公，他很危险是甲你讲因可能有叫人要传来要等伊，所以我惊照迄个时间，我有甲一个兄弟约好，伊讲伊对吼南部要起来，我甲伊约一个时间，时间到10分、20分、30分都无来，我想这人应该袂爽约啊，但是竟然无来啊！我剩我一个人啊，要安怎呢？我决定来行，所以我就开始行无偌久，一群人比我较粗勇的，迄个敢哇电梯赛吼，国术堂吼安尼虎背熊腰的，伊要要求啥？讲我这件衫，伊看了真气质，伊要叫我这绿色背心脱掉，衫脱起来。我就笑笑时，我也无要反抗，我就讲我袂买脱。我讲要甲讲因为是地南油安怎，讲啊袂煞的人，伊就讲你毋通吼好，就围上来，对我拳打脚踢，甲我包里攻落去。我很怕都拖工。因为当时佫有一个《台湾时报》，佫有《联合报》2个记者可能到边啊。迄个《台湾时报》即看我倒去涂骹，伊就赶紧安尼饲落去吼，紧甲我翕起来，翕我互拍倒的时候镜头。想会到，迄我倒去挖头，将迄记者抓过来，抽起来，牵咧涂骹。这是1986年的时代，记者的相机会使互人摕来抽起来，甲伊剪掉，无得到任何的处罚。你会想想讲，阮迄阵安怎？我迄阵我身躯又疼，伊佫互砸，互推，天啊！但是落去影响人拢走去啊！我原来照我原来想，另外迄个联合报记者，伊是外省人，但是伊这个人真有正义感，伊讲因拍人毋对，我要甲你叫人叫警察，后来警察嘛无来。落去才甲讲，因其实拢，就是警察通知，伊是讲安尼，就是警察通知，伊毋知来找着你，无你也毋捌你，你要来拍你创啥？乌道的，甲你这甘地精神也无啥地带啊，因就是要叫人来修理你，想较紧甲你修理落。因甲我讲嘛，我讲，然后那记者就访问我讲，你有要提出告诉？我讲，我无要倒任何人提出任何告诉。因为这是。恢复的运动下必须付出的代价，然后两个朋友就甲我插的吼，甲用力，这个代志就煞。不过，迄记者伊个报翕的相片，叫我看的《智利晚报》。《智利晚报》一看出来就讲很难想象，讲一个人伊只是讲穿一个甘地精神，这个衫会使互你汉一人饲咧拍。所以我后抓要去做啥运动时，即马是一群人要来啊！因为咱大家拢毋敢行出来，就较侪人在街仔头公电互因去，但是咱若有人起来时，伊就袂安尼。所以以后我就是独独迄边互因拍着。以后的过程，警察我有定定拢听迄警官因咧在对话。就好派咱去，他就千万要保护他，就是讲一定要保护我，袂使甲我摸着，袂使甲我拍着，不可以对付他怎么样？毋是讲我特别厉害，因为就是讲咱所做的这个回报的物啊，已经互因知影讲，你若回报的，我若甲你用暴力的方式对付，因在媒体上，因会吃亏。就敢若讲迄318江宜桦，这个我代政治系学弟，伊迄当时因若徛在历史正确的这一边，伊徛喺学生迄边，今仔日局势唔是安尼，但是伊徛迄边下面去讲人，对手无寸铁的人去下面去讲，伊就派着这历史永远的罪名。我这部是安尼讲。你一个回答，我会惊吓，但是对待咱唯会使做的是，
面带微笑继续行。因仔甲阮对付拢在意。不过，咱相信咱会赢这个信念，咱袂对伊做一个报复，会有搁较侪条件。因为我一直相信咱之所讲的迄句话，咱的力量来自咱的无辜。咱若愈无辜，咱力量愈大。但是你这个无辜变啊，互真侪人知，所以你就必须要用实践来行出去。刚讲行动，action。行动，行动比嘴较重要，因为你行动，你能将你的理想实践出去。以上安尼。佫有啥物其他的人生朋友？来。拄则后点名讲，我是爱修诗吼，我怎样解释吼？我即马讲秘密啦吼，迄我创第一个啦。真侪人拢毋知，我喊你讲过我的作为吼。迄个我真爱写这首诗咧，因为伊甲我讲要去演讲吼，学这个草字学演讲啦。伊讲对草字学的演讲足欣赏的啦。我拄仔读到一本册啦，《永来农的回忆录》啦，《永来农你哪写无？迄是阮的偶像的，米老师你知无？迄是阮的时代偶像的，米老师有写的，是要死的人会晓讲袂，有人会晓讲袂，死的人米老师。永来农的。永来农对。Paul McCartney。林克斯大，有你拍神，迄个时代是披头士的时代。用咱农伊回忆里面吼，讲伊小学的时候放儿时啦，拢爱听迄个路边看到囡仔拢伫遐传radio啦，伊迄囡仔拢爱伫遐传radio啦。爱传radio的时阵，讲啥你知影无？佐治尔吹名，威斯汀佐治尔嘛，威斯汀吹，就是达鲁西嘛。所以你放radio是讲威斯汀佐治尔，就是达鲁西啦。咱达鲁西是咧讲，迄是摩托可尔比啦，就洗手间啦，放尿的所在啦。我就看到这，我就讲足趣味啊！伊讲要去，我就讲介绍你得去英国达鲁西啦。带台湾就真侪达鲁西啦。讲等下，若要演你讲等下练做去练就好啦。迄无人知啦，我车子头其实我是有足心情的代志咧写，当然恁迄是一部分尔。不过我是甲你讲甲你讲做文学真趣味啦。我这也无啥讲笑的，但是我文学内面吼，足侪物件拢会当直接表现啦。但迄个物件我若无讲，无人知啦。无人讲，无人知啦。我只做一个，我嘛毋是要叫大家啦，我是要家己完全幽默感安尼啦。好，做一个歌爱讲伊互拍迄摆吼，迄阵我叫伊伫生根啦，我咧编啦。我这摆就我有看啦，我嘛有看啦吼，这个嘛有看到。好，像时间上的关系。我嘛好请教解释影一个问题好啊，就是咱伫咧铁龙来思考这台湾输得的这个议题了后，因为你落尾呢有一段，你拄仔是可能想讲大家拢估会着，所以你就无讲嘛。但我较好幸的是，因为你落尾有机会做台北市议员。伫台北市议员算做是真有资源的这种状况下，你敢有甲你所过去思考的台湾输得这个物件，伫迄段期间，敢有做啥物款的发挥？这是一个问题啦。另外是，若准还阁有时间，是不是你会当嘛淡薄仔分享你伫612事件，你所投入的所做的是啥物部分？多谢。我先讲迄612的部分哦。612是在1987年6月12号其实是民进党发动示威。讲反对国民党制定国安法，伊人讲吼，任何人公开场所袂使讲台湾独立，若讲台湾独立，就是犯法，咱反对，反对，所以民进党就会讲下令咱总统用3天，我在迄个3天迄个期间吼，我拢逐工伫遐留喺头前坐，但是坐过程，坐到这要刷身吼，我拢将迄分钟带出去外口，刘一孔。1987年6月7日，我带的是博爱特区，所以博爱特区就不准游行的所在。我刚讲，你将我的头壳甲我拔掉，为什么？所以阮就去行突破一遍。第二遍就是头我讲的
进军树林官邸，就是向蒋经国抗议。啥人你讲你是台湾人，你一定是台湾人，但你已剥夺阮讲台湾独立的自由。这是刘义玲。伊敢是个红机枪甲亚龙强，伊敢无代志。612的时阵，612的时阵是民进党大型的，因为有前2天阮将军将带出去，所以第3天是迄个整个警方大的迄个包围。不过对因或者爱国阵线，因而来跟2方面对峙，发生在迄个时阵上大的这个军众的冲突的事件。612，不过在迄个冲突的过程，因为我自头到尾我拢坐喺涂骹，就讲我希望讲任何代志，因为要策动运动是坚持用和平、用听甲恢复的方式来去改变。不过有的所在是军众运动，你若主持的人无办法控制的时阵，嘛有失控的时阵。612了后，代志爆发了，比如讲谢长廷。洪其昌以及阮3个人拢起诉，因2个是民进党负责要来督导的，带一个示威，就封掠，就爱封掠伊关，安尼以后无人敢带，就敢若讲民进党在某一个期间，只要有军众运动，就带头就会出代志，无咱想讲莫办，有社会运动就会出代志，大家就拢莫办。安尼愈来，愈莫办就愈萎缩嘛。不过在迄当时，大家人气足旺，讲这毋对啊，是安那，咱的思想自由爱互你控制，所以就来我甲谢长廷、洪其昌，阮差不多经过3年4年，就是一路就带即个入去法院、出去法院、入去法院、出去法院。但是我迄当阵就是入去出。个人讲，因为因2个是公职人员，因有真侪即个社会资源，我是一个小小的东工，我无任何什么资源。不过人知影讲我在策动即个甘地的非暴力，所以迄当时伊就是甲我将我收押，收押的时阵伊阁甲我拜托，伊阁叫警察，阁拜托你找人，赶快交保，因为法官毋是咧真个要压力啦，压力要创啥？因为知影这是政治事件，不过我迄当我就讲，我已经遐尼忝啦，所以忝就是讲，长5年，一直拢在外口走，然后讲有一个所在已经小困，真好，迄就是612事件。不过各位你若是用这个 Google 去搜寻，你会发现讲，这个搜寻迄 Wikipedia， 伊到目前为止。永远拢是 bias。612，这是叫做群众滋扰事件。阮3个敢是滋扰事件的领头。这是为了争取台湾人的主张独立自由，没有行。恁迄人是什么？没有行。伊就是讲伊群众滋扰事件。较早我刚解释讲到我的名就种叉叉叉叉。若讲到这个台独的是什么物啊？是都是用这种处理。一直到我有讲到咱的艋舺龙山市，艋舺龙山市519这个代志，哈尼惊天动地，包括国际媒体有 Time Magazine， 有 Newsweek Magazine， 有远东经济评论，同时3家因为我当有买。拢甲咱报道，过去时淡薄要客去国际媒体出困难的，但是当咱即马到目前为止所看到的，龙山艋舺龙山市就是去拜拜所在，所以这是咱的所在，咱有共同回忆。但即马的政府，即马的有关的这个团队，对这个种无重视的时候，你要安怎互下一代知影讲，这个是咱的阿伯，甚至咱的阿公爷，捌伫遮奋斗的所在，因为你拢毋知嘛，下骹人拢毋知要安怎传落去，
啊，就刚讲来了龙山寺烧香拜拜就煞。哦，所以我是针对咧阿辉所讲的来做一个补充。阿辉伊就讲我台北市议会迄个期间，针对这部分吼，我会做什么代志？我是用将近这个2年的时间，因为我知影讲，做任何民意代表，迄拢是暂时的，嘛无可能久长。你若做歹，你落人就爱叫你落来。但是我会做一个较久长的代志，我就是写一本册，我的册名叫做《我行过台湾路》。我行过台湾路，我不但写出来，用2年时间甲写出来，我全部拢甲放伫即个我的部落格。就讲我所写的册，我拢全部补起来，甚至若有人要甲我印，拢全部拢，我就是讲。对智慧财产权就是讲，这用宣扬咱的听甲恢复的力量，任何人爱用就使用。所以用迄本册，能代表讲，在迄段时间，其实毋是我一个人，有侪人，包括咱毋捌的小人物，或在全台湾各地方所发生的一个侪迄个故事，因的奋斗，因的打拼，拢甲写入去迄本册。各位，你只要写入去，我走过台湾路。对第一篇甲最后一篇拢会看到，因为看网络当然，若册吼，因为无钱通印吼，册嘛绝版啦。我嘛有写一本《铁汤笔吧》，迄嘛绝版啦。利用将来有机会这出出，不过我全部拢甲放喺网络，我用透过网络，利用互较侪人来了解咱的过去迄段历史。好，好。毋知敢有兄弟有志有要搁问问题，还是分享的？若无的时阵吼，咱今日讲座先暂时到遮啦吼，感谢在座兄吼，即个拨时间来遮，甲大家分享伊过去淡薄即个对社文到艺术师德吼，遮有咱看法吼。伫遮嘛顺续有个月的讲座吼，后个月讲座是6月初5。6月初5，共款是6月的第1礼拜3暗。6月初5呢是要邀请固定长老教会的陈书和牧师来讲同性婚姻法制化的议题吼。伫遮迄个顺续搁甲大家讲，因为阮有最近开始做一个讲座线，会希望咱有参加的兄弟会当透过即个用你的手机来扫 QR code 的即种方式，上网填迄个问卷。就是我有设计一个简单的问卷，无几条啦就是请咱会当半工扫一下，然后回答，回答，互阮做一个参考啦无落名的一个问卷的调查，对即个讲座的看法安怎，还是讲有啥物想法安尼，这是请大家看是伫遮来遮扫嘛会使咁会当来遮扫。是讲来遮扫，网络信号无好，会当试用因的 WiFi 插。遮有即个来教会的即个 WiFi。伊的口罩甲伊的暗号伫遮，假使你伫遮迄个上网有小可较无法度的是，这是若准讲要用，阮有印2张是毋是2张？咱假使因为咱人较济可能就有诶去即个用户遮扫，有诶就是用即个来即个纸遮扫安尼啦去对纸安尼扫安尼，可能用这种方式，请大家协助阮做即个调查安尼嘿，感谢迄个感谢大家今日来若有要搁甲介绍兄讨论问题上会当过来是要翕相拢会使，感谢大家。谢谢。